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講呢個女人，你一定識得佢，但我敢打賭，你從來都未真正理解過佢。2000年冬至前幾日，銅鑼灣避風塘停泊住一艘價值大約4000萬港元嘅私人遊艇傳奇號。喺密閉嘅船艙入面，一個男人單獨坐喺度，爐入面燒住木炭，一氧化碳慢慢彌漫。呢個男人就係90年代人稱地產神童嘅羅兆輝。佢14歲輟學，16歲入行，27歲就淨賺5億4千萬，身家最高峰超過20億，仲追求過超過10位當紅女星。但1997年一場亞洲金融風暴，令佢一夜之間欠債3至6億。走投無路之下，佢選擇喺呢艘見證無數風光嘅遊艇上了結生命。當時消息傳出，圈中人個個保持距離，邊個會真心趕去醫院？但偏偏有一個女人即刻衝咗去，喺醫院喊到對眼腫晒。佢就係樊奕敏。當時外界盛傳佢哋有秘密戀情，但樊奕敏始終唔承認，而呢個舉動無疑將一切浮晒上水。然而，故事嘅發展喺呢刻變得極之唏噓。羅兆輝康復之後，非但無感恩，反而向傳媒大爆私隱，公開辱罵樊奕敏，話佢同自己來往期間，同時同富二代何寶生拍拖，一腳踏兩船。呢個爆料令樊奕敏名譽掃地，片約銳減。而羅兆輝此後嘅人生亦急轉直下，2005年喺澳門吸毒被捕，2007年被判緩刑，晚年隱居東莞常平，靠舊友接濟。2011年1月24日，佢喺東莞辦理物業轉讓手續時，突發心肌梗塞猝死，終年47歲。羅兆輝當年燒炭獲救，整整11年度過咗心肌梗塞呢關，而樊奕敏喺佢離世第一時間，又趕赴東莞悼念。一個舊愛破產燒炭獲救後猝死，另一個舊愛就放棄百億家產出家做和尚。呢個被無數人貼上坎坷標籤嘅女人，背後嘅真相到底係點？一切要由1991年講起。嗰年樊奕敏20歲，喺東京留學返港過暑假，佢媽媽靜靜雞幫佢填表報名選港姐。其實樊奕敏同娛樂圈嘅緣分好早開始，小學6年級拍朱古力廣告，18歲拍陽光椰奶茶廣告，中學時黃百鳴邀請佢加入開心少女組，但被佢爸爸一啖拒絕。樊奕敏家庭背景唔簡單，父母年幼離異，父親後來移居英國並喺當地病逝，母親改嫁一位日本工程師。樊奕敏中學畢業後就去咗東京留學2年，精通粵語、英語同日語。佢就讀嘅名校嘉諾撒聖瑪麗書院，因為佢外貌太出眾而遭同學排擠。報名選港姐，佢自認動機好實際，純粹為咗免費去瑞士拍外景。嗰屆港姐被譽為含金量最高之一，冠軍郭藹明係機械工程碩士，亞軍周嘉玲氣質高雅，季軍蔡少芬當時只有17歲。而樊奕敏憑住一張精緻面孔，奪得最上級小姐頭銜。去瑞士拍外景期間，仲發生咗件趣事，同行嘅表演嘉賓郭富城喺雪地翻跟斗時唔小心跌傷龍骨，喺雪地動彈不得。周圍嘅外國遊客以為佢係街頭賣藝，紛紛圍觀影相。決賽嗰晚喺公館舉行，周潤發任嘉賓主持，劉德華、張學友獻唱，王祖賢跳舞。上屆最上級小姐袁詠儀親自頒獎俾樊奕敏，邊個都估唔到佢哋日後會因為同一個男人羅兆輝而被捲入同一場風波。當年樊奕敏被睇好衝三甲卻大熱倒灶，佢只係灑脫咁話：我覺得自己靚就得啦，你俾唔俾我，我一樣係靚。賽後樊奕敏簽約無線，但命運隨即布下陷阱。選完港姐同年，佢嘅免疫系統疾病嚴重發作，開始瘋狂脫髮，去到1993年至1994年最嚴重時，甩咗接近3/4嘅頭髮，近乎禿頭。一個20出頭靠樣食飯嘅女藝人，每日必須戴假髮出門。拍戲時風一吹一落水，假髮就會穿幫，大量機會因此流走。佢只能主力做主持，同古巨基、梁榮忠拍檔主持勁歌金曲。足足等咗4年，
佢經朋友介紹揾到醫生調養，頭髮先重新長出。大約1996年，佢約滿離開無線，亦係喺呢個時候，羅兆輝走入咗佢嘅生命。羅兆輝1964年出世，綽號神童輝，14歲讀到中三輟學，16歲做地產經紀，得到富豪劉鑾雄扶持。1991年，27歲嘅佢買入重慶大廈商場，2年後轉售淨賺5億4千萬，一夜成名。佢同樊奕敏大約喺1997年認識，外傳秘密來往5年。羅兆輝嘅版本話兩個人係情侶，仲公開辱罵佢一腳踏兩船。但樊奕敏接受訪問時堅稱，佢唔係我男朋友，大家只係好好嘅朋友。佢承認彼此互有好感，但因為羅兆輝已有家室，佢有自己嘅底線。佢回憶羅兆輝溫暖嘅一面，當時我成個頭甩晒頭髮，佢知我有呢個病，經常鼓勵我出嚟食飯見人。佢會上我架車，叫司機跟住陪我返到屋企先離開。一個百億富豪放低名車，捐入一個禿頭女仔嘅私家車陪佢回家，呢個畫面確實動人。1997年金融風暴令羅兆輝傾家蕩產，2000年燒炭獲救。2002年，羅兆輝向八卦週刊大爆自己同10位女星嘅情史。佢用刻薄粗鄙嘅語言評價前度，對樊奕敏嘅背刺尤其狠毒，話佢同自己一齊嘅時候，又同何寶生拍拖。呢場爆料令樊奕敏事業跌入谷底，而爆料入面提到嘅何寶生，係樊奕敏唯一公開承認過嘅男朋友。何寶生1967年出世，家族資產達億萬級別，90年代入行無線，外形俊朗，代表作有《笑傲江湖》嘅林平之。佢唯一公開承認過嘅圈中女友，其實係同屆港姐蔡少芬。當年何寶生對17歲嘅蔡少芬一見鍾情，開豪車接送，買豪宅，甚至暗中幫蔡少芬母親償還巨額賭債。但因為何家強烈反對，加上富豪劉鑾雄橫刀奪愛，打壓何寶生嘅演藝事業，呢段感情喺1996年畫上句號。據聞何寶生至今仍然戴住蔡少芬30年前送嘅舊手錶。至於佢同樊奕敏，係喺1999年拍劇時傳出緋聞。雖然何寶生多次對外否認，但2002年羅兆輝嘅爆料，直接將三人都推上風口浪尖。而何寶生後來嘅選擇，更加震驚全港。佢自幼極度怕鬼，後來母親教佢念般若心經，佢發現佛理同自己人生觀不謀而合。1996拍《笑傲江湖》時，飾演岳不群嘅演員王偉經常喺劇組講佛，令佢深深着迷。2005年，38歲嘅何寶生決定出家，佢同父母長談3日3夜，最終父母含淚陪同佢來到大嶼山寶林禪寺剃度出家，發號道生。佢放棄億萬家產，出家後過住極清苦嘅生活，每日凌晨3點起身誦經、耕田、煮飯。2008年有賊人潛入寺廟偷嘢，道生法師出面追查時被賊人打傷，報警令身份曝光。此後佢為免騷擾，離港雲遊四海。2025年9月，有人喺加拿大某超市影到佢身穿袈裟，神態平和，據聞佢手上依然戴住蔡少芬送嘅舊手錶。因為呢兩段情，香港傳媒幫樊奕敏貼上情路曲折離奇，男朋友一個出街一個猝死嘅黑心標籤。但感情上嘅反覆退縮，其實隱藏住一個外人難以理解嘅答案。樊奕敏嘅身體，佢嘅免疫系統體質非常差，對杏仁嚴重過敏，會引發致命性過敏性休克。對香煙、塵嘅過敏指數比常人高出40倍。最嚴重時期，佢每天需要吸氧4次，隨身一定要帶住一支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嗰支係佢嘅救命針。呢個亦係佢後來放棄喺內地發展嘅主因。到咗中年，三高問題接踵而至，佢長期不注意飲食導致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壞指數一度高達4.5，醫生警告有爆血管危機。拍《金宵大廈2》時，佢體重飆升到71公斤，下定決心後，
佢用1年時間減去40磅，將體重維持在53公斤。正因為呢啲遺傳性免疫系統疾病，佢從年輕時就決定終生不生育，擔心將病基因遺傳俾下一代。每次拍拖到某個階段，佢就會退縮，覺得不能俾對方正常嘅生活，對方家庭傳宗接代嘅壓力，令佢一次又一次選擇放手。如今54歲，至今未婚未育，係佢自己嘅選擇。喺事業上，佢嘅起伏一樣大。1997年，佢參演太極宗師，同當時仲係無名小卒嘅吳京搭檔，吳京自願擔任佢嘅指導教練同替身。套戲喺內地大火，佢迅速打開內地知名度。2000年更獲得飛天獎女主角3等獎，成為首位入圍飛天獎嘅香港女演員。但健康問題迫使佢放棄內地，回港後幾經輾轉，2012年重返無線，長期只能演配角，同當年出道嘅光芒相比，簡直判若雲泥。直到2017年，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邀請佢飾演三太白天鵝，一個大癲大肺、打扮誇張嘅貴婦。樊奕敏將呢個角色演得非常立體，霸氣之中帶點可愛。2022年，52歲嘅佢憑三太一角奪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獎，迎來入行32年最高光時刻。2024年再憑神探追擊者入圍最佳女主角提名。截至2026年，佢依然係無線嘅合約藝員。講到呢度，不得不澄清一個內地網絡炒作多年嘅謠言，話樊奕敏當初嫌棄吳京窮，開出3年賺夠500萬就結婚嘅條件，否則就嫁入豪門，甚至流傳佢晚年落魄到喺街市賣魚。事實上，內地媒體做過深入考證，喺戰狼系列走紅之前，根本完全揾唔到呢段緋聞嘅任何蛛絲馬跡。所謂賣魚嘅相，只係佢當年拍無線劇集《師奶兵團》嘅劇照。樊奕敏自己都自嘲話，係自己事業太失敗，人哋先可以抹黑佢窮到要賣魚。如果以上種種故事已經夠傳奇，咁你依然低估咗佢。2011年8月，武打巨星劉家輝因腦中風導致右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中風後，劉家輝嘅妻子離開，子女不顧，前女助手兼經理人更私吞咗佢數百萬嘅酬金。樊奕敏同劉家輝原本並無深交，但得知情況後，佢親自問劉家輝：如果係咁，我去照顧你好不好？得到同意後，佢開始咗長達10幾年嘅義舉。佢四處奔走，委託律師幫劉家輝打官司，用咗整整18個月追回被侵吞嘅資產，並安排佢入住療養院。2025年2月，喺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春茗上，69歲嘅劉家輝坐輪椅現身領取貢獻大獎，身穿粉紅色衫嘅樊奕敏全程陪伴在側。台下所有人終於明白，呢個被貼滿標籤嘅女人，用10幾年嘅光陰，完美詮釋咗合意2個字。依家嘅樊奕敏被圈中人封為隱形富婆。佢從日本留學時代開始買樓，物業遍布東南亞同澳洲，手上名錶多達20幾隻，包括炒價約500萬嘅勞力士珍藏版。社交平台上更曬出過58隻寶石鑽戒。2025年11月，54歲嘅佢更大方曬出泳衣照，對比34年前選港姐嘅舊照，依然自信美麗。閒時學法文，研究陶瓷，看佛經，喺寺廟拜師修道，將精力用喺幫助老弱傷殘。一個女人經歷過4年禿頭風波，2段轟烈感情，事業幾度起落，14年無私照顧中風前輩，最終喺50多歲迎來事業與人生嘅最高峰。佢講過一句話：我唔會為人哋有幾多錢或幾成功而動心，我只為愛而愛。我曾經放棄過嘅或者行過嘅路，你哋唔會知道。